嗰隻嗰陣時就咁樣啦，要行段路先可以出到去搭車。係啊，係剩15至25分鐘。都好遠啊！如果中我都係15分鐘啦，可以行得快嗰啲我哋咁我僆仔可能要行得慢。夠。哇！好肥啊！係咯。哇！係。好肥啊！佢都隻狗重過你啊？定重過你隻狗？重好，不重過。哇！呢度仲有一隻。買上。夾。商間啊嘛，呢啲未行過呢啲咧。今日一個新體驗嚟㗎，翻嚟作文啊，你真係好叻添啊！大把嘢作啊！大把主題啊，峰峰啊！已經冇㗎啦，更加冇世上人，還有一段的月在追憶。右手，仲有1分鐘，右手邊有間士多，有可樂，冰凍可樂。有一個新體驗啦，係嘛？呢個叫完全古道，行過未行過啦，係咪？未行過，而家行過。我哋今日咧係沿住真係一條古道行晒嘅，唔係話呢邊呢條真係成條都係完全古道。完全古道我哋行完啦，得啦，行晒啦。士多到啦，又喺度飲。